来继续来到高雄三明区的建工上款，有一栋3层楼的透天厝，2米深，占地4坪2。啊，要伫边仔起大楼的建商想要买这间厝，但是厝主开价3000万，换算一坪就要700多万，比附近的行情贵将近6倍。建商最后是放弃。房中的业者讲，目前这建案已经开始动工，这间纸片厝失去到整合的价值，未来可能会出现到纸片厝挖大楼的奇景。这间透天厝为正面来看真正常，无啥物无同，是讲为边看过。3层楼高的厝，占地敢若4.2坪，深度2公尺，正经是一间纸片厝。为空中看落更加显白，后壁建案动入去。其实是当前有建商想要甲买落来，是讲厝主开价3000万，算落来一坪714万，比附近710万到720万的行情贵得要6倍。建商全放弃。他好像有预估是3000啊，想要甲买1200万啦，协商到底安怎？讲无好势，无以后起起来伊才嘛歹卖。中人表示讲，这间风清组上强纸片厝的三角汤饮料店，伫高雄楼这个建工上款，凉水店包括广告墙，规栋的一个月租金超过5万，未来也有捷运网线是精华地段。严格后壁大楼已经动工，透天厝失去整合的价值，恐惊无好未路。规划上可以避开的话，其实建商也不会愿意花这么多的钱去购买这样的所谓纸片屋的土地。中人讲，建案完工了后，未来将会出现纸片厝甲大楼小瓦这个特殊的画面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